诗篇的诗，也是咱台湾出名的音乐家萧泰然先生所写。愿咱也通过这话词得到更较大的快乐甲安慰。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伫这个连续假日，会当甲这个时间分别做成，咱甲你主面前同心敬拜。这是咱对主领受到恩典甲祝福。当伫咱分享做话进前，咱大家有备办心咱两场的礼拜呢，咱有这个讲道煞，咱有一个同心为着病痛中的兄弟，也是讲需要医治的兄弟来做一个医治的这个祈祷所以咱楼顶也是伫4楼，这兄弟你备办心这个备办是因为知影讲，咱伫这个正常的医疗以外，咱要对主领受到特别的应允甲医治，这是一个信心的交托，这也是一个同心自执、同心祈祷领受的祝福所以小等下咱有感动，也是你有需要，拢会当到头前，也请咱的代祷者、长老咱的小组长备办心，大家来做伙服侍，因为主是看咱的心，看咱的仰望甲祈祷。当咱伫要分享做话进前，咱搁一遍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愿领受这款恩典。伫这个所在，阮自执是你的同在就要真做圣，你伫遮是你宝座就要真做圣殿，所以阮同心自执是因为你的同在，你圣神的感动，愿阮今仔日的敬拜。通过你的话，大家得到学习甲鼓励。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重回信仰的初心，咱台语较歹讲啦就是原来迄个心，原来迄个信心，原来迄个疼心。当咱今仔日要通过咱真侪人有印象的，就是启示录启示录。这段经节就是使徒约翰写批予以弗所的教会所表达出来一种信仰的一款的指导也好，一款的提醒也好咱对遐来学习就讲，那安尼伫咱现今的教会，咱有领受到甚物款的这个启示，还是讲甚物款的提醒咱后壁面会一段一段三角来学习。因为这个内面的内容真丰富咱会分做2个礼拜的时间，做伙完整来学习啦那这个使徒约翰写批予以弗所教会，事实咱知影讲，真出名的这个启示录7间教会，大家拢听过启示录一个开始，就是咧讲这7间教会。但是这7间教会内面的约翰所讲的拢无同款啦当时咱相信，大家人印象上深就是以弗所。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弗所，咱伫新约内底有以弗所这张批嘛，写予以弗所教会批示。不过迄张批是保罗所写。其他的7间其他的6间咱听过啦。但是因为伊无有其他的物件的资料来补充，你会感觉讲，都听到这个名安尼，比如讲苏美娜，别加摩，咱拢捌听过，但是无有迄个背景的经历个吹雅吹纳，个有撒狄，个有菲拉铁灰菲拉铁灰其实就是菲拉德菲亚，咱现在有一个美国一个所在叫做费城迄个名的原始的名搁有一个罗迪加，大家嘛捌听过。总共，若要讲伫现今的教会，会当有一个对照以弗所教会，因为有保罗的批信，看到会搁较有实在感就对啦。所以当咱看头前所读的经卷伊写予以弗所教会，约翰是用肯定、鼓励甚至是安尼对因有所学乐若安尼到底肯定甲学乐，但是后壁面阁有责备，
互咱想着讲，一个人毋是完美的，一间教会嘛是无完美。当咱看起这个教会对这个使徒所讲的话中间，会当互咱摕到什么款的学习，什么款的提醒，这是这张批互咱上重要的所在。但使徒约翰写批，以弗所教会，头一个肯定是什么呢？伊肯定讲伊行为真正直，真照起工，无咧凊彩，安尼何死年就对啦。足温馨工作，佫够忍耐，兄弟姊妹，安尼是毋是拢祝福？那甲你学了安尼讲安尼，人甲我肯定真好咧，这个经节咱写讲，因为咱是写伫大纲内底，所以伊是中文的。伊讲我知影你所做的，你安怎温馨做工，安怎熬吞润，安尼就对啦，这个拢当然是正面的。好，但以弗所教会，有可能咧讲因正人的表现啦，这是头一个行为正直、温馨工作、各熬忍耐。第二项嘛袂歹，伊讲对做作恶的人，就是做歹的人，无容忍、无容忍啦，无安尼古时，也是讲凊彩互过安尼，真严肃。所以伊写讲第2章第20节讲，我也知影你无容忍无容忍歹人。这嘛是真好啊！就是讲安尼无凊彩，足严厉安尼。第三，真严格实践真理，意思讲真够守迄个使徒的教示，使徒的教示。因为初期也无新约圣经啦，也无新约圣经，所以因就是一代一代对这个使徒所传的真理，因真够去甲伊维护，佫何况讲初代教会迄个背景真混乱，思想嘛真混乱，民族外邦人种种的思想，咱知影讲希腊文化伫迄个时阵是一个显学啦。迄个希腊文化，众人拢足稀罕的、足爱安尼，所以因流传落来有真侪甲信仰有抵触的啦，抵触的，甲信仰有违背的拢会互人带入来伫教会内底。有人是无了解，一份的热诚，哇，这个真好，咱就爱安尼，佫另外人讲这就爱安尼所以这个教会的治理者，一定较真严格来实践真理，用智慧来清除遐异端啦、遐虚伪的骗道啦，所以20节的后壁面有讲，捌考验过遐个自称是使徒，其实毋是使徒的人，讲我是使徒，安尼像个变现试过一支喙好累累安尼，迄个口才好的人安尼人讲死会变做讲变活的呢，安尼粗俗物讲足价值的安尼，这伫初代教会，伫今仔日嘛是共款啊。咱台湾迄诈骗集团不得了，迄是一个产值足大的，迄即个行业所以无怪少年人拢骗去做这，而且即马伫即个网络顶面佫较严重。所以以弗所教会真要维持迄个教会的规矩真理所以甲遐个变现拢掠出来咧甲伊指出因的错误认出因是假先的就对啦这嘛是真够所以你看约翰伊咧写批伊有真有迄款的技巧甲艺术啦。伊无讲你逐项拢歹，我讲你这是好，迄是好，这嘛真袂歹。佮第4项有耐心，捌为着主的缘故经过患难，无退软。哇，这点佫较无简单咧。初代教会拄着迫害，迄是足普遍的啦常常有的代志啦。但是要真正持守着真理，圣经伫使徒行传内底真侪所在，拢讲着讲，迄个时阵门徒也是遮个学生拄着大灾难啦，逐个死过四散，逐位逃走，来当
得到救到性命，就已经真袂歹啊！啊，不过呢，虽然有拄着阻挡，有拄着侪迫害，但是为了主的缘故，经历患难无退让。啊，所以这个经节30就是讲这个吼。啊，佫有一个迄阵当时发生一个真大的这个异端的风波，吼，异端的风波啊，有所教会嘛，非常安尼表现的是足积极的就对啦，就是咱伫后壁面吼经节所读的吼，第6节的所在，伊讲真万分这个尼哥拉党吼，也是讲尼哥拉派的所作所为啊。那即句话敢若写一个，因当时的人随听就随知啦。毋过咱现代人就遐知讲，到底是安怎尼哥拉党啊？遐尔啊，互人讨厌，是讲遐尔啊，互人惊，知影是安怎做啊？原来有一个解说吼，讲过伊的来源是安怎呢？就是初代教会有一种异端啦吼，啊，这种异端毋是讲即项啦，只是讲伊互人号做尼哥拉党，吼，啊，对教会危害真大。因为迄是对教会来的，这个异端吼，就是讲甲异教的社会妥协啦。有时咱就想讲，咱学习保罗讲，我对犹太人诚做犹太人吼，啊，我对善车对诚做善车，安是一个同理心无毋对。但是你挖到一个程度吼，啊，家己原则拢无去，安尼就变做安尼矫枉过正去啊咧吼。啊，所以这个教派异端是安怎讲呢？伊讲。既然圣神互恁得到自由啦，自由，我互你的身躯、你的思想、你的所有做一切吼，你改成啊讲，迄个百毒不侵啊，就对啊，你都已经受保护啊嘛，圣神甲你保护掉的，免惊。啊，所以呢，甲遮个异邦的人共款你拢袂想到啊，比如讲拜偶像嘛袂要紧，做无道德的代志，因为迄个有点啊，咱一般个。类似的啦吼，类似的迄个当时初代异端，就是即个灵甲体吼是分开的啦，吼灵甲体是分开的，吼我这灵自由啊、洁净啊，我身躯变啥有诶无诶拢袂要紧安尼，放纵拢袂要紧，啊这伫初代的教会吼，即款的学说也是即款的异端也真多，但是即个异端是啊，互人感觉非常即个紧张，就是即个尼哥拉党吼，有人甲伊。即做研究讲，即个可能就是当时啦吼，当时，甲即个即几位做互使徒受选吼，互使徒受选来做执事的人吼，共款的遐个人，就是其中咱知影出名就是司提反。好，咱知影讲后来使徒要选出7个执事嘛吼，要来。管理教会遮个种种的事务，特别是经济送养人、接待外邦人、负责人吼。所以伊就讲，对即个叫做尼哥拉的即个，就是后来就是迄个耶路撒冷7个执事之一。换句话来讲，这7个执事原来是拢足优秀，互人真尊敬。毋过即个尼哥拉吼，后来煞行偏去就对啦。所以你就知讲，对教会内初代头一批的执事有人。安尼思想变迁对教会危害嘛吼，这是对教会真伤。你用外口人来甲咱乱吼，咱就较有家己的一个立场嘛。你做家己人吼，伊我这是一个研究上的一个讲法啦吼，咱参考安就对啦。那这段经文记载伫使徒行传6章5节讲，门徒的建议得到全体赞同。就安尼，大家推选司提反过来，伊是个信心坚定吼，受信心充满的人吼。特别甲司提反等于就是这中执事的一个头人就对。后壁佫这名单咱定听，无定听啦吼。伊讲选出腓利也较有印象吼。过来，毕罗哥罗尼加那、提文、巴米那，你也看尾一个，伊讲。改装加入过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吼，意思讲用即句话的一个等于一个线索来咧讲，后来变做尼哥拉党的即个啦，改装做犹太人，吼，佫当时是即个安提阿人尼哥拉。好，安尼等于是
这5项就对啦吼。这5项拢是约翰大圣甲因做肯定的。啊，若要讲是讲，这个人安尼，还佫有啥物通嫌的，对毋对吼？大概就是逐项拢足交运的就对啦。所以咱来甲看，学老的部分是足确实的，一项足明确的，意思讲会算一个就对啦，会看一个，吼啊，摕出来外口，互人看了会清楚的。啊，毋过第2项吼，就真特别啦吼，就是伊伫肯定中足严的责备。吼，咱会想讲，明明逐项拢足好，是安那突然间挖一个喙讲，哪有我要责备你的？而且是一件，头前好诶吼，好诶拢讲了，讲我一件要甲你责备吼。兄弟姊妹，毋知吼，咱逐个人咧教囝，还是讲咧教四岁吼，毋知你有款心境无啦吼？逐项拢足优秀，逐项拢足好，毋过敢若欠一项，哇！迄项佫是上重要诶，安尼啦。所以，咱来看使徒约翰安怎讲？第一，就是因失去当初对主诶初心，对原来起初诶心。哇，这个嘛是有点模糊嘛，对毋对？吼，无讲介明确。头前讲吼，足够吞忍诶，足够坚持信仰诶，这都足明确讲会出来。初心是啥物呢？吼，原来是安尼写，二章4在讲，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失去当初对我的疼心啦。初心就是当初对我的疼心。这个看起来就是安那约翰的责备，就是这款代志吼是无形中慢慢发生的吼。你怎袂记去？你怎讲无讲看作无重要？遐你原来你的个性。你原来你家己的坚持遐物件袂无去啦，就是你逐日困醒你会迄个洗嘴洗面会去运动食早起，逐项你做足标准的，因为迄已经成做你的习惯啦。但是有真侪迄个无好势的所在，一点一点在流失，你掠做无代志，煞颠倒伫遐发生。这是咱包括咱的健康嘛是安尼。是讲我逐项拢顾啊好势，食物件足细致吼，困眠嘛拢足有够，但是到底欠倒一项，奈互我身体安尼？有时你会去想啊，发生的时才知影。所以若要讲，咱会通理解过，约翰伊的心内会有一种的担心，讲，亲像以弗所教会即款逐项拢受肯定学落的。煞失去迄个上重要的，上重要是啥物？初信的时，对服侍有热心，对真理甲圣神的感动，这个部分后来煞变做一个形式就对啦。迄个热情，迄个疼心，迄个渴慕迄个动力，后来变做制度，变做规矩，变做安尼做，照仪式来。这煞拄好是约翰要提醒即间出名的以弗所教会，因为对以弗所教会消失去这互咱真大的一种警醒，讲，我了做对少年做到即阵逐项无风险着的到底我是欠啥？若无约翰改点的咱就以弗所教会是标准的优秀的教会过来，同款这个主题是以弗所教会。因兄弟姊妹中间失落迄个美好的团契啦，团契毋是一个名称这名词这是动词。团契意思是讲，你我大家无分彼此无分关系无分背景，无分安尼好野善啦，逐个人有一个美好的相处。教会美好的团契，甲兄弟姊妹迄款的疼已经失落去。以前即间以弗所教会，因所互人学落的，相较保罗即个保罗，包括伫保罗的批包括约翰所讲的，以前是一间互人学落的教会，因为伫迄个所在无有大家加群加党互相来
指责啊，互相来相杀迄种的，无，袂不和就对啦。大家安尼真和谐，真相疼。第二，因的心啊真有路吼，时时用疼心来帮助别人。这是讲以前的有所教会，但是约翰甲因讲，你这款的心疼心嘛消失去啊。特别明显表达，咱拄则有讲恶恼吼，迄个恶恼正面的部分，有时也变做负面的，是安怎讲？因为保罗有迄个约翰有甲因讲，讲恁对作恶的人吼，拢无容忍吼，实践真理，拄起这异端。你知影讲一个犯啊，伤严吼，有时变做讲，宁可错杀100，嘛无爱留去一个。我听过讲吼，咱今仔日拄仔咧纪念228，当时就是即款啦，就是即款伤害到今仔日，你看70几冬啊，台湾人还未行出即个哀伤呢。迄阵讲为着维护特殊啊，对啊，咱嘛知吼，无有人伫边仔弄来弄去吼，台湾社会无平安啊。但是吼，100个人吼，可能真正一个两个都有即款的毋对啦，你规个拢掠掠起来，有疑问就掠掠起来，所以有所嘛犯着即款错误呢，因矫枉过正，为着消灭迄个异端吼，甲迄个疼心拢扼杀去啊，拢甲损失去啊。所以这也是咱感觉讲是安那治理教会，包括你治理一间公司吼，也是你领导一个团体，迄个困难的所在啊。吼，迄若讲照死板的常来，都会当做的，这个清气的清气楼的垃圾的单调。问题是有真侪所在是毋知清气垃圾吼，是灰色地带，你要怎处理？迄毋知讲需要智慧，需要疼心，佫需要公义。所以教会当时为着要维护教会传统、正统、制度甲特殊，毋过决定到付出严重的代价。咱嘛知影讲，咱的身躯当然内面拢有一寡无清气吼，身躯咱食的啦、啉的啦、片的啦，拢直接影响咱的身体。但是你袂使讲我要甲所有内底垃圾拢清掉吼，用迄种足强的药啊，是种足强的迄款物件来刺激。为着要清掉你遐个垃圾，煞甲你的胃肠啦吼，甲你各种的器官伤害着，安尼嘛毋对啊。所以伊的困难点也拄好是咱对约翰来对一间教会的提醒吼。所以这间教会呢，因足骨力足拍拼，开始讲清气上就对啊，一点垃圾拢袂使互留的就对吼。要清除这个错误的，但是煞定了迄个真严苛吼，也是尖酸刻薄迄款的即个法规、迄个规矩安尼。这是感觉讲无简单的所在。迄就亲像咱真侪兄弟吼，有迄鱼缸咧饲鱼啊，吼有无？吼咧饲鱼啊。我会记少年时代咱教会的正前执事吼，足够饲鱼啊。伊摕一个鱼缸来教会较早旧的礼拜堂的牧师馆，互阮饲安尼。我嘛饲足欢喜哦吼，饲安尼。迄阵知影一个技巧，讲看到即个鱼缸的水吼，落啊吼，垃圾，鱼看袂水啊，安尼换清水吼，换一下新水安尼。迄阵这师傅拢甲阮讲，你毋通规缸拢换掉，水拢倒掉，佫换新的落去保证这鱼活袂落去安尼吼。原来迄个你咧看是要看水清啦，吼会水啦。但是咧鱼需要毋是水清，鱼需要是即个所在迄个酸碱值啦，即水内有甚物款迄个成分啊，化学成分会下着伊的身体啦。因为水就是伊的空气嘛，水就是伊咧食物件的所在嘛。有影，有所教会因。的确是在引出来的人有这款的气魄甲坚持，所无怪约翰甲因学了。毋过，咱来看头前甲后壁，学了的是真多哦。毋过后壁加一个讲，一项我要甲你指责我，都即个袂得啊呢吼。伊安怎讲呢？咱来看去讲，
即个教会有真侪现代人，咱的教会拢爱去细致去提醒。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敢要讲下面这段就好。啊，剩的咱下后礼拜才过来分享吼。即个是讲一无所教会吼，互咱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生产啦。学老会较侪啊，啊，积备的少，安尼若讲扣分甲扣起来，着5分扣1分，啊嘛阁有4分，应该袂歹才对呢。但是往往咱就是迄个扣的迄个吼，扣分迄个吼，扣落去到底啊变负值，你敢知影？规个你头前的努力拢平盘，啊，咱毋得问题伫遮。就像咱做生意，逐项拢做啊真好，最后一项哇，投资毋对，啊，规个拢平盘。原来是趁钱的，煞变做了钱的。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学习啦吼，就是讲传统教会，传统的教会，咱的教会已经要进入到50年啊，对毋对？看起来是一寡感恩的事啊，吼，啊，真感谢的事。但是上惊是啥？传统的教会上惊历史愈久吼，啊，制度就愈定去啦，无弹性。因为吼，人一个多，历史一个久，啊，这规矩若无起吼，无建立无好。啊，会感觉毋知要安怎遵循吼，安尼是真好，但是一个久，啊，煞因为讲，啊，人原来都安尼做，啥你要改安尼？啊，咱伫无形中慢慢日子咧过，迄个原来优势的部分，原来迄个值得学老的部分，啊，煞变做讲是一个脱界啊，已经未进步啊，啊，你若无警醒去改变，安尼煞原来你肯定的所在，原来你感觉真荣耀的所在，煞变做你一个进步的脱界啊。比如讲，有时真重视重视传统的制度、仪式、规矩，也毋过煞失去教会上重要的生命养分，就是疼心啦。因为你要制度，啊，你要规矩，啊，你要10个人拢照安尼做较顺序。其实这个代志，咱莫讲伫教会吼。咱兄弟姊妹大概到我这个年纪的人拢知影，以早是威权的社会，台湾威权的社会，反正讲即就即啦。吼，顶时哦，遐个官啊、警察啦，啊遐个治安的吼，讲安尼就是安尼，都毋敢唱声。较早哪有人咧骂警察的无啊？警察来就赶紧闪嘛，敢毋是？啊，看起来哦，逐项拢特殊足好，但是啊啦，人的心无自由，人的心无平安。啊，即嘛今仔日发展现代即个社会，台湾煞伤乱啦。吼，你也讲，我也讲，对啊讲，毋对啊讲，凊彩讲，你感觉讲啊足烦的啦。啊，规矩有人讲，搁转去较早，互人管较好啦。啊，迄就是咱人的一种上严重的一种性质，就是因为你无法度人用真理管理家己，啊，互别人管。今仔日中国吼，10几亿个人，因就是用即步才管有法的啦。但是因讲，人即中国无安尼袂使哦。但是换一句话来讲，遐尼多人要哪管理，用这步是毋是对一个国家、对一个人民是上好的制度？啊，这是咱对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团体，啊，拢是要面对的。啊，咱重视遐个规矩，重视遐个原则，重视遐个顺序，啊，毋过内面吼冰冰冷冷，一点仔疼心都拢无。啊，小可错误，啊，就骂啊，互人拢无民主，拢无自尊心去。到底这是对也毋对？若是照约翰所讲的，伊有所逐项拢好，但是这项欠吼，甲你头前所有的功劳拢无去啊。实际上，你即位，咱嘛知影吼，圣经内面对耶稣甲遮个学生在相处，拢有即款的故事，包括保罗。啊，咱简单提起，比如讲有一个。安尼少年的官来找耶稣，耶稣讲啊，甲耶稣讲，我逐项拢会啊，逐项拢守啊足好，逐项拢足标准的，有啥物人欠过的无？耶稣甲伊讲，啊，你卖所有的去尽这所有人。啊，圣经记载讲，这个少年的官吼，安尼忧忧愁愁啦，面头甲甲离开啊。啊，逐项拢足优秀啊，逐项拢足标准的。耶稣一个，甲伊戳破他的上弱的迄点，啊，就规个人遐个功劳煞拢无去啊。咱嘛看见保罗在勉励，吼，讲我逐项拢真贤真好，吼，啊，我会晓讲
天才音乐，我要做万项事，甚至互火烧拢敢，但是讲若无听心，就变做弹的喇叭。所以咱的主对咱感觉有一种真特殊的要求啦。遐基本的标准毋是我所强制的，迄个对上帝来的怜悯甲疼，才是我所爱。所以咱的教会今仔日嘛是爱常常去提醒，去做一款反省，讲到底咱教会伫遮成立的目的是甚物？我有将主的疼分享伫教会兄弟姊妹的身上无？有伫咱社区、咱的社会朋友的身上无？所以咱真侪人这真大的检讨，就是讲，今仔日欧洲真侪教会啦，欧洲真侪教会拢大消退，也是讲一间教会伊乱足，个人灵性的衰败，拢共款一款的病毒啦。你掠做是健康，毋过煞是病拢伫身躯的内底啊。这是咱特别咱教会要迎起50周年咱要互咱的体质搁较勇，互咱的教会搁较有气力，教会搁较有主的疼，常常爱家己自我反省的所在。意思讲真侪人敢革自己的命，革命有无？革命毋是革别人的命是革家己的命，是人是上困难的所在啦所以咱嘛知影伫社会伫历史内面，即个文明的古国希腊佫真侪辉煌历史的欧洲的国家，因拢面临着破产呢、负债呢。伊感觉讲我的社会制度真好，我的福利制度嘛真好，我的整个的管理拢已经足完美啊。但是呢，竟然迄个衰败是伫因的成功的内底。所以到面临破产，前几年拢发生这个，亲像迄个冰岛啦、希腊啦现在南亚的斯里兰卡啦，遮个所在拢是安尼。咱嘛看见讲，真侪人爱看即个台湾的即个产业的科技的行业迄投资搁较是互人感觉讲，哇，迄个风险有够大的就对啦。原来即个公司是非常非常的成功毋过敢若一个选择错误就败去最近咱台湾拢宣传讲即个台积电哇，足强伫世界响当当。但是较早北京的公司搁较好呢，北京咱知讲较早咧竞争的一间英特尔哇，全世界拢无用伊的晶片袂使。但是伫成功的中间，后来变做伊失败的原因。最近台湾最近世界流行的一种迄个 AI 迄个人工智慧的发展嘛是安尼。原来行伫上头前的是 Google 这间公司，哇，伊讲已经占10几年的第一名，对对。最近煞互微软甲超过。谁会超过？咱也毋捌伊的内容但是知影讲，迄股票，迄个股票突然间大变化，一个起足悬，一个降落来。就是讲，因的选择，因的技巧，是讲因家己的改变，因有一点无共款的方向，毋对，就出落去所以即个科技的产业嘛，非常的即个竞争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倒转来讲咱家己的教会。咱的教会组织愈来愈久，就成做俱乐部化。俱乐部的意思就是讲，咱家己拢足好你好我也好安尼，来遮快快乐乐安尼。所以慢慢就会变做啥？哇，重视排场，重视关系甲情谊，甚至有的教会伊安尼久煞变做讲。讲台的摆设袂使煞一就是违背较早的规矩某位会友毋知咱教会有无啦，望是无啦有人较慢入来做礼拜，看到迄个位有人坐，讲即个位我的即个位我的咱有甲讲一个笑话，讲人迄个位是耶稣要坐你去甲耶稣讲，这我的位安尼要安怎？意思讲我著坐伫遮惯势看牧师的角度，就看安尼才会哈啦。
听的声吼，听了咱会介意安尼啦，煞变做迄伊的专属的位就对啦。这什么意思？嘛无讲外歹到毋什么程度，就是伊用迄个习惯起来啊，无看外人，都看家己。即款情形，佫较容易伫倒位呢？伫咱的小组，伫咱的团契，因为迄个人数佫较少吼，足容易安尼啦。你会讲阮都斗阵好，加你一个新的人来吼，我着佫配合你，着该为着你创啥，煞有就是排他性足强。你家己斗阵足快乐要佚佗，要啉食，要开讲，吼，迄话题足好诶，足嗨。但是啦，看起来都袂歹啊。毋过安怎？迄个上重要就是约翰对幼所教会所讲诶，你失去了传福音、抢救灵魂的敏锐感，对辅助弱小的关怀，嘛拢伫迄个所在失去安尼吼。那后壁面，兄弟咱标题讲一个，咱后礼拜才要继续来讲。第二，咱的即个生死是安幼所教会对尼古拉党的效应甲危机吼，就是甲世界妥协滥用就对啦。基督教上核心的真理，就是讲这个真理摕来做你的武器就对啦吼。其他咱后礼拜咱再过来学习嘛。第三是安那，信徒加入教会愈久，原始的感情甲感动都失去。所以用这三项来讲，就讲对约翰对幼所教会的提醒，来换转来今仔日的社会就对啦吼。就是这三项，头一项就是咱所看见的这个重视制度甲传统规矩吼。第二就是这个尼古拉党这款的效应，互人感觉讲好像有点惊着吼，逐项拢要排除就对啦吼。第三就是信徒加入教会久，迄个原始的热情、起初的疼心都失去。咱伫下礼拜咱阁分享讲，当安尼要安怎重新登去迄个信仰的初的疼心，迄是咱上界需要、上界重要的。这时阵，咱要先做一个祈祷，然后咱要吟这个诗歌请咱的这个代祷团队搁咱的长老，以及咱有需要代祷的兄弟备万心，咱请这个敬拜团的同工也来协助来唱这个诗歌。咱先来做祈祷，来备办。亲爱的主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阮对伫启示录使徒约翰所写批，互幼所教会的提醒，互阮家己一个真大的警醒。原来阮感觉阮逐项做了拢真好，应该做拢做到，无做的嘛做着却无拍算。互主来责备讲，一项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失去了起初的疼心。主这是阮何等大的提醒！无论是阮家己个人的信仰，无论是伫教会，还是阮伫一个团体社会中间，求你帮助，互阮常常去问主讲：主我所做的，到底是为着我家己的荣耀，还是我所爱的特殊，还是我所爱这款的舒适的感觉，确实互侪侪人受伤，互侪侪人感觉无方便，互侪侪人感觉冰冰冷冷无疼心。主求你怜悯阮，对伫这张批，互阮重新来行一条伫主的面前警醒家己，对主领受着启示，互阮所行所做，倒转来下伫上帝你的心意的基督徒，下伫上帝你心意的教会。愿主你将这款的疼甲恩典，你的保守赏赐互阮。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下面咱要三甲来吟首诗歌，我要邀请。